说你今天要干嘛？我们来试试看那个单手伏地挺身。怎么样？小意思吗？我哪有办法？很厉害，你看他自己的那个 vibration 有没有？抖音啊，自己的。哦，冲人嘅，多幾馬音嘅。过了啊葱啊，嘿嘿，心无开哟，莫唱歌的心唔爽，闹热倒里腿，闹热叫他来。好，你不要你高压淘汰赛听一礼拜了哈。今天不是高颜值啊，高颜值参赛吗？哦，真的哈，哇，放眼过去，你看林冠群最帅哈。你什么表情？看久了就还好，腻了，腻腻了，都很帅，都很漂亮。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健身比赛举手。罗哥你姓啥？起司飞姓啥？总飞姓啥？有这个姓啥？淘汰赛比赛规则：大赛参赛者各人从一数各位，分数请大家量上，老分数没太多88分嘅抢死淘汰。好，来，今个进行今日比赛啊！比赛之前要讲一下评分的规则，对有呀，郭丽老师请。好，再一次欢迎每位参赛者哈今日在场的各位呢，有些是新面孔，有些是熟面孔。可能不管你参加这舞台，你熟悉或者不熟悉，没相关。然后也可以稳定度，把你的稳定度拿出来。3大基本功做到，音准不要忘词，节拍要准。然后再适时的加入一些你个人的情感下去，就开始是你加分的进阶第一步了哈。加官进爵哈，希望大家都能很好的在这个舞台上稳稳的走下去，加油啊！谢谢。安子谢好，来，有请 TV 草色朋友。後生嘅帶來童話意。來頭噶啦。大定強強行李，離開都市嘅人群，欣賞藍顏出現意，擁有自由，比呀比，地了嘅童話規，空氣中片片迷信，愛身邊嘅黑油，但愛裡浪。陽光百里，優雅嘅數風景，天天風傳來春天嘅消息，用上藝術口語，離行中一面面嘅風景，漫山嘅童話意，隨風吹來飄浪漫天，長蛇每作水花圈。轉啊轉在無天，漫山嘅童話意，從眼紅慢慢消移，能定義光跳舞，享受你春風意。漫山嘅童話意，風吹來浪漫天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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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漫山嘅童話意，從你慢慢消移，啊哈啊哈啊！飄浪漫天，長蛇每作水花圈，轉啊轉在無天，能令你光跳舞，享受迷春。公益。
声音吼，你可以很文青啊，也可以很现代啊。你上班因为带了一条法术巾啊，不是啦，一两蓬线衫，一两封先生，一领蓬线衫。对，你上次是怎么样啊？为什么要选那个？松柏哦，先演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嘛。无啦，手上冲啊，嗯，哦最少歌会有竖起来。哦，说那个上礼拜冲过去，老婆对你有肯定的吗？其实嗰條歌會衝半堂嘅，哦嗌會失望嘅，會打病。哦，一两蓬线衫啦。你确定他听得懂吗？哦，唔咩，吉他唔識。当不是，所以那同法意呢？是冲不慢引导？同花藝哦，同我想花藝到乜嘅，乜嘅前節。嗌出家平常時家應該要去學做亂搞，做什么？软糕？亂搞，哎，哦，蛋糕。蛋糕哦，誒，亂交。亂搞，哦，蛋糕哈。誒，啊，有一日家日嗌做好嗌就突嗌聲音嘅，嗰嗌不用啊，去龍潭撳家波看同花藝，哦，都是新夜的時間，係啊，新夜的時間，哎，係啊，哦係啊，啊，就帶電去甲做一點時機，係真是。啊，糖電也跳歌嘅呢。帶定強強行李就落去看同花强强，藝，来点强强的行强。誒，就亂搞天啊！哦，那以後你人家聽到這首歌，就會想要配着一塊蛋糕啦，有啊對對，檸檬這樣就塔構成那個整個的那種同法意的氛圍了。對蛋糕是厲害的，對對對，哦，那很有情境哦。有畫就面哦。懂歡喜啊！對對對對。嗯，好好好，來來來，哎，一條歌唱得嚟，唐一下欣賞的公平啊。郭麗老師，新嘅從上擺聽唔唱幾首歌曲，較傳統嘅歌曲，有到今年唱藝術，還有現代嘅客家新嘅流行創作音樂嚇，發現到一中間嘅落差，整個動態嚇。本來你就應該在我的想法當中，你就應該要按你嘅實力這樣唱啊嚇。今年藝術歌曲呢，從頭到尾，我知道你要留。除了基本功該做的事情做到以外，你也要留適當的，就是適當的情緒放在裡面。我當享受在人家表演中，但是藝術歌誒，然後你透過歌以後，我們要針對這歌的一個畫面哈，去做適度的一個修正。我覺得這首歌你唱得太快樂了，唱歡喜啊，歡喜歌台反而少了一點輕鬆在裡面。但是你的歌聲能夠把這首歌曲把它唱輕鬆一點。你常常在童話語裡面，西洋一首老歌《Walk in the Rain》，在雨中散步那種感覺，你把它唱出來會更搶分。這些細節一步一步把它記起來，一步一步做得更好，好不好？加油，森姐，森哥。真的很棒很棒。來，我哋看一下兩個分數來。有森給的分數。來。 91分，唱得那麼好，才91分啊！大對呀，爽大爽。真是的。那應該不過關啦，冇問題啦，91分哈，恭喜哦，恭喜安子姐，好來回做休息，安子姐。好來，接下來。夫君好，帶隊演好時間。好來，躺下來。涼風啊，吹呀吹，行到迷濃夜公山下，夜公照人樣講故事半堂，喊記得太無平，喊色天意百款天陽。 行過人生唔係破天涯，無法重來，認真當下。愛一遍一遍演好時間，望到再把起來，送外復現。 夜公有世界，夜公有世
言，总爱晓得感谢。你爱一遍一遍演好起家，不是人生骗你比你把个家，俩从一悲伤，下从一快乐，变无听的故事演好起家。一条非常有意义的歌曲哈，哎呀，好听哈。冠豪，这个罗文玉老师真的很厉害哈。对对对，你咪麦克风拿农起来啊。咪农咪农嘿，哇，俺咪农咪，啊，唔咧客家嘢嘛，唔係嘛，唔係，唔係哈係。但我講一啲咧啦。係，嘻嘻嘞，嘻嘻嘞，一絲絲咧，一絲絲咧，人係講出來。哦，自彈自唱，係。沒有。聽說他學吉他有4-5年的時間，但是他今天很勇敢，把吉他拿出來自彈自唱。從來沒有在舞台上自彈自唱過嗎？是，對。哦，就是在家裡自己亂彈亂唱。哎，對。哦，所以他今天把我們當作家裡一樣。把這裡當作家裡的灶咖。沒有，自猜，哎呀哎呀哎！為什麼今天想要拿出來？就是想說這是我，因為我高中就蠻想參加熱音社，那時候我是校隊武術隊，所以我都沒有時間參加社團，但是一直很喜歡吉他，所以就是看了那個馬叔叔的影片，一直學，對，然後之後就是想說今天就有機會。你也是無師自通，就是自己看 YouTube， 對，一直看 YouTube， 對，就是謝謝鬧熱有這個機會讓我。對，處女秀也是我最後一場的自彈自唱的演出。剛剛有把它好好的拍起來嗎？什麼叫最後一場？為什麼啊？你為什麼對自己那麼沒信心？對呀，對，其實很沒有把握，因為我就是學的可能不精，對，因為我就看 YouTube 學，哎，就是學個三腳貓功夫這樣子。可是你學4-5年有啦。4-5年，要是中間也有斷掉，因為我是校隊，所以我沒有辦法一直練吉他。對，所以中間有斷續。不過這是對自己的一個很好的突破啦，而且你又很厲害，文武雙全。沒有，文的武的都可以。都可以。對呀，很厲害的。對，謝謝。太棒了。啊，好，來，那位先生的公平。詩慧老師。好，冠豪，其實我覺得用上次比賽，就上次的比賽狀況來講，我反而比較喜歡你今天的樣子，就是雖然說吉他上面還是聽得到那種比較羞澀的地方，哈啊，還有你從國外部分啊，結果我吃到有吉他，然後陪伴的關係，反而比上次的緊張度有稍微緩和，反而緩和很多，哈。雖然講今天 pitch 真緊講哈，還沒有抓得非常穩。哈，不過我喜歡你今天比上個禮拜的話，上一次的表現的話，吃到金幣，我覺得還蠻喜歡的。謝謝老師。我要簡單補充Kiki的，冠豪你相當具有一個遊唱詩人的特質。包括那種遊唱詩人就是，好，我這樣說好了，你今天的表現呢，你把你的 focus 放在吉他上面，你只顧着我的吉他會不會彈錯，然後反而你的重心忽略就是唱歌這件事情上面。所以其實你不一定每次上來都要自彈自唱啊，你的聲音我覺得很 OK， 我覺得你是可以配合樂隊老師，然後把歌表現很好的一個歌手，你試試看。如果你有機會在這舞台上一步一步走下去的話，你不一定每次要背着那把吉他。如果那把吉他會讓你分心，讓你 lose 掉某一部分唱歌的功力，那就不要它，好不好？把伴奏交給專業的老師，你就好好的唱好這首歌，唱好做好一個歌手的工作。我覺得你很有機會在這個舞台上面吃下去哦，因為你的歌聲讓人很有畫面，你知道嗎？什麼叫遊唱詩人？他就是一個說故事的一個詩人，他的歌聲不需要很好，但是他一開口就是打動你心。我覺得我把你定義在這一類型的這個參賽者，你思考一下，要不要往這個方向去走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謝老師。而且這個吉他彈完以後哈，一般比較帥氣的就是直接甩到後面，有沒有？啊。
等一下，他的弦又弄断了。这样比较帅啊。这很像去旅行呢，那不是旅行的青蛙，就是那种旅行诗的。那是旅行的青蛙。哎呦喂呀！你看你的线，掉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大家来看一下本书来。来，副光好本书。好。哇，这个要本书没以后呢？没关系，暂时淘汰。好。好不好？谢谢。暂时啊，但搞不好因为老师也很喜欢你的歌声，很喜欢你唱歌的那种感觉。OK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介绍下一位。来，由你来介绍。马个名？李孔凤。李孔凤。带了马个。Hi，陳西朋友。李孔鳳。帶了馬個歌。帶來你頭髮。哦，來彈啊啦。春天的你頭髮，我們來試試看那個單手伏地挺身。怎麼樣？小意思。我哪有看過？情意在前邊。这干什么？这个好像是魔术的道具，会变出什么东西来？春天的你頭髮，去電子行茶，丟在老散發。夜天嘅你頭髮，巴拉巴巴巴，巴拉巴巴巴。沙啦啦啦啦，藍天蓋你頭髮，剛剛衝過，都沒轉過卡。啦啦啦，秋天蓋你頭髮。沙啦啦啦啦，藍天蓋你頭髮，剛剛衝過，都沒轉過卡。哎呀，我们健身教练啊，嗨，康逢。这首歌要跳歌，你头发董秀谁来演唱啊？对啊，尤其他那么 man 的人来唱。对呀，很奇怪这样。好怪啊，好怪啊，对呀。对啊，没有。因为上次唱季中花，然后太难了。所以今天想说可以挑战那个比较简单一点，结果还是唱糟了。有吗？有唱糟吗？报告老师，他上次说他唱几种法觉得太难了，所以也礼拜了偷你头发，所以他觉得你头发比较简单。哦，反正你就是词比较少，认真一点，对。啊，听说你今天要干嘛？就是找你。你要下站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怎么说？为什么？我们来试试看那个单手伏地挺身。什么？单手伏地挺身。听说罗哥有在健身。单手伏地挺身。对啊。怎么样？小意思。我哪有看过？单手。对啊，双手都有困难啊，单手。
啊？因为我听到就是工作人员有跟我说罗哥在健身，我是有在健身，但我健身是因为锻炼身体，让自己50岁以后才觉得这个对不对？对，身体的健康很重要。是，我不是做来比赛的啊。对，单手，那你来一下。我来一下吗？对呀，就我来而已吗？对呀。OK， 好。单手，真的，你有办法吗？我还真的没试过。你可以试看看，我帮你们拿麦克风。其实我觉得是小技巧了，真的。你先试一遍，麦克风帮你好。3下。哇，好强哦！小技巧，一个小技巧。你女朋友一定很那个。来啦，先不要讲，来，我想看了。我2只手可不可以？不行。来啦，这个麦克风贵。不是。干嘛啦？你几岁了哈？23岁。23，啊？我大他30岁。OK 啊，年轻啊，看不到白头发哎，你看哇，罗哥，你可以找小康一起啊。小康不是他的肚子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小康他不用到手哦，他就可以哦。我来试一次看看。好，我要帮你。来，没法改，真的。我以为伏地挺身很简单呢。没有哦，对。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老公做伏地挺身。啊？是哦。他仰卧起坐都有问题。他蛮好命的呢。对啊。我回去练一下，好，我下次我再来跟你挑战，好。你确定还会下一次吗？你说他吗？对。他今天有点小状况，咪。来，躺一下身上来讲。慧茹老师，是康逢，我觉得你有很棒的声音，你有很棒的音色，然后你的这个气呢也用得很好，有练过也是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觉得，但是今天我觉得最可惜的是你的词落掉了。好，那个 Can you 法那边你唱成888就过去了哈。但是我很建议你多一些的去练习这个律动哦，你要唱这样子一个节奏，哒，你那个拍子一定要点得对，如果你的拍子都没有点对，这首歌就完全不对了。好，这个是比较可惜，但是我非常喜欢你的声音，对，加油！那这样不知道保得住吗？哇！哦哟，来看一下哦。好了。你是喜欢他的人还是喜欢他的声音？都有。都有。不是，把他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有那个可以健身的福利耶。对。其实我觉得你的型真的很棒非常非常有型的一位歌手，声音也很好啊，非常好，对不对？脑筋也很好。脑筋你怎么知道？脑筋是就大概讲一下而已。OK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加个分数。立康逢的分数。辣词啊，这个刚刚老师特别交代3大点重点，是，对啊，这个没办法。好，我再回去多练习。而且刚福利提升又加分数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那还合作，练习不够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！看老师能不能把你留下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 ，OK， 好嘞，回做消息哈。好嘞，撒好了黑曼人。润利带来爱很给你。哦，来谈看啦。就爱伊。
想请你带来一首《约定》啊。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提，陪到你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。我会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对，以为观众朋友以为真的之后会上我们节目。那也巧了哈。听说你有当过配音员。頭擺因為同學我愛參加一個培訓課，我就參加，嗰個就去受訓，之後就是有去安尼。就嘛迄客家電視台嘅節目啦，他就有批幾下譜安尼。哦，對，那有批到乜嘅那乜嘅南埔腔啊、北埔腔啊、中埔腔啊，有乜嘅冇腔樣嘅冇？俺哋面容就屯邊嘅冇相同啊，就像我先考你，好，芭樂怎麼講？喇叭嘞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没騙你啊，對不對？喇叭嘞，喇叭，對我罵髒話，這是喇叭嘞啊，喇叭嘞啊，真是。哦。啊，還有叫姑姑啊，對啊，對。姑姑叫什麼？我們叫歐巴。你學韓語。叔叔，你知道嗎？叔叔。你們怎麼稱呼？耳機上。No，耳機。耳機，對，耳機，嘿。伊咧南部，伊咧北部安尼就有差地位。係啊，差多多。我總把去同學路看還本人拿。為什麼？因為愛呢，本人拿，還有干，那不是髒話，那是跟愛干你。我跟你不是愛屯或愛老你，這是比較北的。但我們美濃特定就是愛干你，這個就是有古書出來的。對。就是我跟你意思啊。愛干你。來，唐先生。我們聽蛤蟆講話。來，尤老師。例如哈，你其實哈，我覺得蠻可惜，就講你剛才的聲線，你的配音那部分的哈，其實你可以展現你個人聲線的風格。你請了一個那說國外哈，愛黑語給你。其實你剛才已經唱得懂溫柔哈，那部分唱得很好。但是我發現就是說，你全部都是用喉音啊，所以你在配音的時候是用丹田氣，但你衝口變成連胸腔壓氣都沒有，純喉音。所以你認為的浪漫那部分沒按人衝口，所以要給各位建議，像我們剛剛那個我們孔粉哈，是吧？康鳳是不是？你知道你的聲音哦，在台上非常的直，對不對？非常的直，但是因為你的氣很強，你只是沒有練熟了哈。然後最重要一點就是你會懂得聲音的表情。我們其他3位到目前為止唐隊都不懂聲音的表情，但是你跟他講話的過程當中，就懂明顯的嗓音跟表情，你要注意感情，哈，特別注意一下你建議，什麼哈？來看一下大家分數。文麗有分數。90分，好，加油啊！謝謝，回座休息哈。來，殺下來。哎，不想介紹他呀。哎呀，帶了要中國味，奇怪。哎，他如果帶來 CMO 案講，我就勉強介紹。好，湯姆。冇想必錯。殺下來分享，林冠權帶來一條法術劍。一條法術劍啊，求眼用到劍。出海也細細，本來像你心。哥送我一條法術劍，情則千金。書劍送美書典七雜事，萬古千秋不同情。
事情，青则千金。事情送的修电七杂事，万古千秋不同情。星梦台噶，罗哥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原本没通风的，看到就通风了。这个什么？这个好像是魔术的道具，会变出什么东西来？没有鸟啊。啊，你没有鸟啊？他说他最近口袋空空了 ，case 比较少，所以他就想到妈妈。哎，就想到妈妈。他说他的妈妈是我们闹热打擂台啊。哎，罗丽亚，罗丽亚，还有钱可以拿，还有便当可以吃。你觉得爱跟阿妹？你觉得爱跟阿爸？点起，我你阿爸。不你阿公，你阿公爹。老年大里头存钱啊，充国分大家谈啦，大家欢喜。爸爸妈妈一天要动希望去到在舞台上吼，啊，不管创到样办，哎，我这个哦，安尼生意呢，去到舞台上啊，看到都欢喜啊，对吧？对。亲行好嘅人啊，古时咧创国阿公阿婆谈。唔讲乜嘅？亲行好嘅人，亲行好，对不对？行好咧。好啦，行好，亲行好嘅人。是蒙太假呢？对，那位是啥的公平呢？谁讲得下去啊？国立老师来请。真的讲不下去。关键再一次欢迎你转了亚洲舞台哈自从在亚洲舞台出去，并且比较出去，我哋睇下发现到同到嘅唔係過廠嘅演出嘅機會哈。因為可能因為我以前的條件啊各方面哈，像在舞台上嗰個應對啊，一啲能力各方面一定會俾當當然看重哈。但是我會建議就話，既然都上嚟一隻舞台呢，我發現到講當初唔使一個舞台表演嗰種唱歌嘅功力呢，已經一步嘅消失睇嚟哦。喺一隻舞台係必唱歌嘅舞台哦，哈其實我哋同方希講，你每一次回來這個舞台，都為我們的觀眾啊，為我們現場工作人員、主持人、我們評審帶來很大的歡樂的效果。但是我們基本功課還是要做好，好唔好？我發現到一般人做人家唱歌功力退步當多。佢練了，練過下呢哦。係啊，練3點鐘。這個還要加油啦，這個還要加油。我一直很贊成，就是說。在亞洲舞台畢業出一個資優生，不管是不是資優生啊，畢業出去的每一個年輕人都被很多的單位也好這個心態也好相中，然後就去。其實你不要小看這個舞台，它是一個非常有張力的跳板。這個階段包括在後面的每一位參賽者也是一樣。我的標準只是到中級的一個標準而已，所以很多的我覺得還 OK 的缺點，我就不會太去挑。那後面越來越嚴格的時候，我挑的東西自然會越來越多，好，但是千萬不要自滿，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才是上上之策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冠軍加油，每一位參賽者都加油，好，謝謝。好，不要自滿哈，驕者必敗，我跟你講，好，對，好，來看一下。領冠權的分數。最近好像活動很多哈，有嗎？我沒有啦。幫人家辦活動，你可以考慮一下領冠群啊，他的口袋都只剩幾百塊。對啊，已經沒錢了，還要花100塊去租這個手機。你又學芭蕾啊？芭蕾他可能要先從拉筋開始。這樣子，這個不是千手觀音嗎？分数好。跪下來。哎哦，
那么好 Q 啦。很矮龟嘛。开玩笑，那个，那你爸爸妈妈看到会很难过的。对呀，不要这样子，裤子出了250又还要还，真的是户口没多少钱了，真是的。是唔太敢。那下一位你介绍好了啦。下一位郑一健，我创介歌系花开咧。嘿。又痛花又开花嘞，我想爱去看童话，但是少了你，少了你，偏爱看童话。对你的思念随风一层一层吹向。主持人好，不是这个评审欣赏好，这个尾奏怎么无声无息？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就埋伏是不是？有冇想要唱一条歌的啦？我的山峰的油桐花开，真嘅开。我的人在喺山峰吼，个油桐花，个茶叶啊吼，个老个感染吼，我们只注重那个嘛。但是这样个油桐花、油桐吼、油桐树。给吃野餐呢？吃野餐，吃野就留下来，野菜留下来。一下我哋磨迄都嘅放体咧吼，个油桐嘅树诶，行下咩生叶来，生叶来。我弟弟种嘅马祖人讲你山峰吼，有用按多嘅油桐花，按嚟搭搭啲，搭搭啲。自从提供山峰按奖诶。这个反应都上到对超就像阿婆。去当朴树啊，就像个油桐花，就是拍摄啊，绿叶啊，就当朴树。看到个油桐树，就知道阿婆个精神，老个油桐树，生命力，老个那个朴素个精神里头，蛮像就哇，这首歌真的好厉害哦！对呀，哇，你还可以想到，你这很厉害。这首歌可以让人家想，每一个人的故事不同，所以那单艺术法块嘞，可以让每一个人有每一种不一样的感受，对不对？这个花在，阿婆就在。对，太棒了！阿婆一定守护着那个花。你今天又穿得像油桐花一样。对呀。好了，来，那边欣赏的讲。诗慧老师。二培月珍姐，然后个上演最近动奖吼，安尼悠悠绵绵安尼吼，耶稣歌其實唱起來，應該講耶穌歌唱起來特色咯，譬如無馬強用，頭前係躺喺度，唔想喺當兵去甲感情地步，不過呢有賞識。这个情绪从哪里受影响？从那个音程开始变大的时候，你唱个有糖豆某要用激发，因为它音程比较大，你下不去的时候，你就会显得你开始在慌，你整个人把自己的重心全部放在腰部以上，所以你声音的稳定度再加上两个 HEMO 9，所以当到的部分可能会来重跑的部分，你没有办法唱，尤其是歌词比较多的时候，你像副歌推你的思念，那些简单激发，你可能唱到快结束你就没气了。
思念来会简单去启发。所以你可能在运气上面，你就会开始慌，所以你可能要注意到，可能要注意到压力部分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会影响到你很多的情绪想要表现的，越到后面你就会越没有自信，越没有自信，你气就会越不足。可是你的声音真的很漂亮，好，那黑光告都得希望能够保持下来。美美，OK，好，来看一下给的分数来。怎样的分数？你是说好美美的吗？对呀，怎么才分数这样子？就是因为我们难为的地方。好了，还没关系，好，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啊！安子先回座休息哈，先回座休息。好了，撒下来。左平均带来一个你，哪一个你？来，躺下来。大家好，海军姐好，平平好，后堂，嘿，而且最近好像活动很多哈，有吗？没有啦，帮人家办活动。帮人家办活动，不是自己有活动，是帮别人办活动。哦，你是那个公关公司，行销公司。对啊，因为之前在行销公司上班，对，那现在也离职了啦，但是跟之前的公司就是关系良好，对，然后他有 pass 就会丢给我。哎呦，对啊，就是从，譬如说他给你，我有办过一个兼差，对，兼差，就是选举的。对，因为他要电话民调嘛，那我们就要帮他想，怎么让这个候选人可以曝光？那我们就可能办了一个家庭的幸福日，对，那譬如说从厂商啊，还有因为还有表演者，然后规划、企划，那全部都要一手包办这样子。那你有没有肥水不落外人田，自己也下去唱一下歌？曾经还有曾经他还是主持人呢，他当婚礼主持人呢。对呀，
反正他有预算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曾经还有，没有是老板想省钱，因为比较这样你便宜啊，自己进去就好了。对啊，哦，比较便宜，比较便宜。哦了，你可以考虑一下林冠群啊，他的口袋就只剩下几百块。对啊，已经没钱了，还要花100块去租这个手巾，花手巾这样。对，你跟他合作应该会还不错。可以啊，你们好像很熟嘛哈。对啊，就是比赛认识到现在。就要朱鹏君啊，你们好像几个那个什么。对，感情都蛮好的。冯世军啊，什么你们好像几个都哦。对，好，哎。你干嘛无奈？是不是人家还无奈嘞？对，有活动多介绍。对，互相哈。哦，如果真的是就是反正你们不错的话哈，我们徐世伟老师那边也都会发掘你们。对，他那个骇客任务花莲，哎，他到时候成立以后，你们随时都可以去那边表演。好。对，好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，欢迎大家来哈。好，是谁？好来，那个庄慧茹老师的是彭君，很高兴再次听到你的表演。老师好。对，这首歌，整体的表现，我觉得今天唱的还不错，但是我要给你一些建议。你今天其实这首歌前面很温柔，对不对？但是温柔其实不代表你唱歌的时候就要整个把它很后收。其实你今天整个共鸣点都太后面了，太包在里面，所以说整个声音就雾雾的，会觉得听不清楚。好，我现在连讲话都比较刻意这样子做，让你去听到。那你如果是比较这样后收的话，你整个唱歌的声音就是包在里面，我们听不懂你唱什么。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再来，该换气的地方你要想清楚哦，不能剩下最后一个字了，没气，换一口气再唱最后一个字，这个乐句不对。好，这个也是今天的问题。再来，给你一个建议，你那个这个地方，这个柔的歌，你要唱吼的时候，不要不要这样唱，一定要把它圆滑，带过去就好，角度不要有，不然这个吼毁了你这首，尤其已经要结束了，你再把它加重音，就会太突兀了。这个圆滑的东西，唱一些哈呀、吼呜呜这样的东西，一定要把它圆滑起来。除非你是要唱一个比较有力度的歌，那个就另当别论。这样的歌你要把它圆滑起来。好，这些调整得更好，我觉得你这首歌会唱得很棒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这样哈，好，来看一下两个分数，来。左平给你分数。好，做的好，90好，恭喜，谢谢。好了，先快做休息了哈，来，下来。土司中的人生玩家。来，糖。西马的汉江，西马的汉江，手中的日记法，啪啪的牙齿，风风的嘴唇，深度啊会空发。西马的汉江，西马的汉江，生活的没有办法，表出的身材，甜蜜的笑容，色彩啊等印象。来查，西马的汉江愛馬薩，愛三到四分就後生，愛唔愛查，風花就嘅入來查，西馬的漢江愛馬薩，愛三到四分就後生，愛唔愛查。没有西马人讲，好，罗哥好，对，嘿，你好，施总好。对啊，你不是对那个客家的一些诗词懂有兴趣耶？我就接上参加嘅創作嘅比賽，
就新诗和个歌曲。有要总比赛哦。对啊，新诗跟客语的新诗跟那个歌曲的流行歌曲创作。那你这些灵感都是来自于什么时候呢？Session 的时间。太不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。你跟西藏很有缘分。对，我知道，因为我第一摆上回来正式用客家来创作，还第2014年是2014年的时候，那时候。有一首歌还蛮流行，318运动的那个岛屿天光。嗰時節你出歌基本大係好多歌嘛，本人反正日本法、人本，當多嘅語言。那就想講，有冇冇客家嘅版本？大松嘞，怎麼可能沒有，對不對？然後我就很不小心的就亂錄了一首，然後放到 YouTube 上面，瀏覽人次超過15000人。哎呦才15000啊不是，没有，我就觉得很多了，好，已经很多了啦。对，跟一个女生嘛，对不对？她弹吉他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怎么翻？岛屿天光。那要唱一小段吗？可以啊，做对了。哎呀。好，唱最后面的副歌。天色渐渐光，对吧？对。还有没有意思？天色渐渐光，将伊回人爱盡無卡，堅定希望家人的頭髮，累累開到滿山家。天色漸漸光，將伊回人愛盡無卡，山當被開年華。就走得真起来。翻成粤语还蛮做的，蛮有味道的，有味道嘞。其实是通的。对啊，你看，因为有谈过有人用客家唱歌，佢可以笨蛋用好多歌，是这样，就变成天色渐渐光，你就台上來唱定歌，就有冇安尼？冇唱客家嘅感覺，冇阿冤呐，哈，係冇搭機嘅感覺。懂有心的，很棒哎，其实他很棒哎，而且他清唱还不错。是啊，清唱不错。就是前面1-2句，但是后面又。所以你建议他还是继续写诗词就好了，这样。啊，就可能新诗会写比较好。蛤蟆老师救我！来，蛤蟆老师，来。适中哈，我觉得有一个蛮可惜的，你要嗓音那个丹田气很强嘞，但你从头到尾都是喉音呢。你刚刚唱那岛屿灯光那个唱的比这个 Sam 暗江还好听呢，而且还随便唱，还没有音乐。就是因为你要中频跟高频，丹田气很强嘛。你中频跟高频某来 h 老一时间哈，你就一直爱唔会差，一直用压喉音，声音才会出得来嘛。你就拼命压，从一开始就拼命压。我们在耳机里面听到是声音是撕裂的呢，模糊糖哎。而且你要注意一下，就讲你的概念上面思考的概念上面可能。比如说，等一下我们假如说有入围的话，你下一集要录样的时间哈，可能现在各位还要特别注意，我们8位参赛者，我们虽然上一集我们录影的时候有3位已经过关，有几位留下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这一集普遍的分数比较低，而且但你们颜值都很高呢。我们2位主持人都觉得说，希望都放到你们这一组呢，结果分数没按高呢。那的原因有2个地方要特别注意，要给你建议，就是你选了很多年轻人创作的歌曲。他们非常注意律动、鼓点要部分，你不好掌握，听一定要跟狗齿懂多，咬字要很多，咬字要很正确。所以尬斯公你没有很稳的对客家歌有很多的了解的时候，可能你要考虑是什么？先从我们过去经典的歌曲比较平稳的来唱。像适中你刚选了一个 Sam 按讲是很好，但是呢你 hold 不住的原因并不是声音，而是你这个人鼓点跟 Sam 按讲某共用。你唱的跟那个跟弹的2个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哦。我们刚才有几位参赛者全部面临到这个问题啦，哈，给你一个建议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哋看一下几个分数来。土司总的分数。89个你可能厉害了哈，应该哈。以下88的嘛，对哦，恭喜啊，恭喜，继续加油。
好，也都传统出天衣虫的淘汰赛啦哈。还有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哟，淘汰了哟。这么传统组一定要开呀。对呀，不能来点别的吗？对呀，你不能来一点现代一点的吗？那个是刘少奇老师的，再来一个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吧。好了，来比赛之前介绍的评审欣赏来。苍永庭欣赏，李秋霞欣赏，查克哥欣赏，林正英欣赏。欣赏介绍的哈，他个轻松啊的哈。问小朋友们拿奖金。哦，挑战哦，奖金挑战赛嘞哈，一个是阿妹哦，先等一下啊，穿个粉红色的裙子要来，冲过不认堂哦，嘿，刘晨曦带来开蛋糕。哦，金要讲开蛋糕，讲开蛋糕啊。开蛋糕啊，刘晨曦带来开蛋糕啊，太个糖落去啊。下个唱得又好，小西西，小西西，小西西，老太家问候一下。要讲下嘛？大家好。哈，安怎么个名？刘晨曦啊。刘晨曦。今年多岁？7岁。7岁啊！7岁哦。7岁哇，像按丢杂的丁丁哦。哦。应该从头脑毛安尼绑起来，安尼拐落较高啊。一共爷爷时节踢白空洞癌时节，他可能才4、5岁而已。对啊，他刚刚碰到你说，我上次看到你大概有3、4岁呢。所以到底是4、5岁还是44岁？对他还有印象啊，3、4岁或5岁。哦，4岁或5岁哦，哦，你隔了1、2年才回来看我们呢。对呀。这1、2年都去哪里啊？你出国吗？出国，还是环游世界嘞？我星期6去学歌。你星期6去学歌哦？学什么歌啊？就这首吗？那个客家歌呀。客家歌啊？每个礼拜6都去哦？谁带你去啊？啊？阿婆。阿婆哦。阿婆有没有来？有。有啊，在哪里？啊，那里啊，阿婆。阿婆皮肤很好哦。阿婆隔壁那个是谁？阿公。爸爸。不是阿公啊，跟阿公长得很像。啊，你是跟阿婆去练啊？去歌唱班练啊？因为阿婆，我以前2岁的时候，她有去那个社区歌谣班，然后那个奶奶带我去，然后我就很喜欢，然后之后就一直去。是哦，很喜欢之后就一直去哦，上瘾了，哦，那叫做上瘾了，哈。上瘾了啊！我来请教一下爸爸啦，哈，爸爸麦克风拿定嘞，嘿，因为按细个其实有兴趣哦，
其实家有兴趣啊，自家有兴趣。对。哦，你也想唔到讲佢要对遐个客家歌安尼，安有天分。唔是咧，反正佢三世家计是带定噶，有时佢衰木衰啊，放起来佢咪会上去唱嘅歌嘅啊。哎呦，身边乜团梦门嘅啊？可能要练到先啦。你会不会有咧后练就好嘅啦？哦，系啊，所以讲真诶，佢唱到当好呢，啊身上有我特别的教一样啊。冇佢都停睇架向下學過嘅安尼，而家冇講貼去教佢安尼啦。哇，你真係當上教咧嗬！世界叫我介入爸爸講啊，樂意學唱歌誒。對。大禮拜六啊？大禮拜六。都沒有請過假？除非講家嘅學踢踏舞嘅時間，配咧學踢踏舞，配咧才藝章嘅。踢踏舞。芭蕾。還有你要學芭蕾啊？那踢踏舞怎麼跳？你可不可以教我？踢踏舞可以嗎？啊，來。啊，芭蕾嘞？芭蕾嘞？哦，芭蕾他可能要先从拉筋开始。哦，要这样子。这个不是千手观音吗？千手观音在后面好几只。啊！哦，芭蕾是这样子的。啊，哎呦。哦。哇，这有天分。这个好好看哦，我也要让我的女儿去学这个芭蕾。对呀，好不好？到时候跟你一起跳，好不好？你刚在唱个开蛋糕的时间啦，哎呀，他女儿哦坐在旁边也不服输哦，也一直跟着唱哎。因为你先夸奖他，小孩子哦就会按你鼻高要有进步啊，啊，请等你下来。真的，对，好，来，按照唐先生那位先生来讲下。翠霞老师，非常可爱的小妹妹哈，你要说开蛋糕哈。以前还没有培养唱按些小朋友，一去比赛是拿冠军。哎呦，要是歌曲，安尼客家小跳哈，冇按容易唱哈。安尼叫你安尼讲，我薪火相傳。你小朋友當到唔曉講客家話哈，安唔好講唔曉講客家話，個歌謠喊得唔曉唱，所以你要聽到安尼咧先生都咧培養安尼咧小朋友，你像安尼車菊貴老師啊、詹月老師啊、高中嘅唔是講啊，哈嘅喊得多，我以前沒有到學校培養了小朋友，所以我哋會責任就會。我哋培養了小朋友，希望安尼猜錯，你係講安尼電視機面前的朋友，你多多教人哋聲音的講客話，帶到3個班，不能馬上教，帶到去學客家嘅民謠、客家嘅文化，千樂加油！好，加油！莫部客家按叫做滅頭哦。唔會滅頭，我一路也好。一路人講啊。按你這個看你有沒有辦法拿到獎金哦？好，來，快給個分數來。劉子傑分數。96分。獎金有啦，哦，來，快把獎金來。莫飆到佢前面，比他還高哎！飆到佢前面會動到佢。數哎。好。啊！變出一個人，要飆到佢後背喎。就當你的背景。啊，好。哎呦好。有了，你的3000塊在這邊啦。等一下啊，這個拿回去哈。好，慢慢搬，要幫忙嗎？哦，不行哦，這個要幫忙。用扛回去哈。好，爸爸來幫忙一下啦，好好。哇，這也真的，哦，有天分呢。青色就要給栽培一下，好好的訓練，哦，基礎打好了。哇，以後都不得了了喲。讚，好來，比賽開始嚟講一下呢評分那個標準啦，哈。一禮拜有唱到參考中。好嚟。今日比賽係很多高壓嘅淘汰賽。等於講，安排有73人拄好，會可能會有2-3人要先淘汰的。啊，2-3吼。樣嘅真唔會本人淘汰的吼。第一，要唱家下嘅劉小妹妹啊，
莫江山，莫莫江山啊，吼，也係天嘅條件。撒下嚟咗嚟，仲有牛水蒸拌了嘅菜，軟腳嘅鉗到來。對。千萬唔好沖茶絲哦嚇。哦，沖唔沖絲落去就，繼續一下就，隔天會出曲啦嚇。對。500哦。出曲嘅。加油！加油！啊，啱唔先？哎呀，就潛水朋友應該唔可以見狀啦嗬。為嘛？唔係啦，尤其嘅呼風機先生見，那要見狀。因唔會吧？因已經唔會痛嘅吧？好啦，嚟，格格有請 TVB 潛水朋友。楊淑妍帶來3個字。來，聽下啦。有心相戀啊！天神機嗬，你喺埋注意啊嚇，唔加衝腰長短，腰長短啊，唔衝到。很厲害，你看他自己的那個 vibration 有沒有？抖音啊，自己的。哦，衝入去，幾馬樣嘅。宋元进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好，宋元进送拜来比唔係第20棚啊？唔係啲華師吧？華師哦，叫佢朋友很久冇來啊，係啊？7、8年咯。唔知吧？不止吧？我感覺懂。第9季啊，第9。哦，呀，第27啊。22。第23了。哦，不止了，8年的時間啦。哦，佢也到那邊碰安尼做補緊安尼獎冇？真獎哦，獎哦，尤其個這熒幕看起來很獎。真的哦，也節目比條版還好看吼。係啊，真的哦。當禮拜都會看哦。當禮拜都會看。熒幕不用啊，出來特沙龍安尼模特用。係啊。特沙都會做秀嘅，特沙都會林歸蘭。對啊。你上面不用出來吼，特沙龍好談嘅吼。對啊。一般唔會緊張嘅啦吼。唔會啦，多少？係會啊。哦，機會就唔會咧。奇怪哦，新人都唔會緊張啊，睇人都會緊張啊，你看。哦，要比賽啊。心臟無力。心臟無力啦，迄杯高數安多啊。咩，讀個都唔會唱吼。來，聽一下先生講評啊你。參考中。用手機創也3個字吼，應該有相當嘅一個時間啦，吼，創了一瞬，各位。這個音質也算不差，音量啊哈，應該唱到音量對哈。我唔知普通唱就唱也就趕路係冇，
很美。某一天啊。某一天啊吼。看事啊。其實因為你講唱甲歌甲版權也嘛會較好，因為人個高音吼無太問題，大音略略嘅較無辦法好發揮，吼要較大條嘅吼。第三句吼，你喺咪要注意啊嚇，唔加唱腰長短，腰長短啊，唔唱到腰長短啊，要注意喎，長短。老長短，免唔要上啊嚟唱，係因為用到嗰隻音嘅關係。要長短啊，要長短啊，唔加唱嘅唱到安尼，你也就踩試試咧。要長了短啊，以後下一擺讀到安尼，要去注意，加油！安仔，要注意康思念啊，小问题哈，注意啊，这没问题哈。哎呀，咱们进步啊！哎呦，来看一下人家分数。用去人的分数。来。好，就这一分，做得很好，恭喜啊，恭喜哈！在面当中安子噻，哈哈。我来撒下来。王美琴带来落山歌。来，看看啦。山歌好唱。传那好名声呐。美景记啊，有冇非常有愛心嘅一位人士啊？哈，義工，義工，誒，哈，誒，也係呢啲我退休爭去個社區，落個條老人家嗬互動啊。哦，像跳舞、唱歌俾人唱歌嘿，唱歌俾老人家聽。政府推動一個長照2.0，以後唱推動到當好係錯。哦，咩希望？你啊，人哋政府啊，繼續推動落去嚇，係人哋坦白特爭人都會攞啦。對對對。係啦，佢人坦白攞有人將哎呀，歡樂啊。唔是同一條老人家共同安尼互動嘅時間，你冇講，做乜冇事情做一個嘢啊？唔係攞嘅啊，後生出來帶動。動有愛心，係啊係啊，阿哥要唱得好啊！謝謝。來，安尼唐先生嚟講邊嚟？唱下先生。你今日唱了老山歌，老實發覺，
你的乐器哦，轻也慢，轻慢，但是有几只缺点就会，落山歌，人家讲我哋吊鼓绳嘛，当到个高音。啊，你唱歌要么你力量太细，要么你舒放，尤其你每音的时间，你的数量要么适当，那非常重要。你今日可能有几条是条件是力量太，到后背你是起就数音是比较还不足。唱歌的时候，高大音你要特别注意，即使 keep 起 keep 乜 keep 标 keep 标，你要适当啊，力量要适当。呢個非常嘅重要嗬，所以今日你唱歌嘅，今日真嘅人傾聽，下回嗬，我希望你能夠將今日講嘅，多少嘅少少嘅缺點能夠改進，我相信下回能夠更加好嘅成績，加油！好，謝謝，好，來看一下你嘅分數啦。我們一起嘅分數。恭喜啊！分數應該冇問題啦，應該會過關咯，應該會過關嚇。哎呀，恭喜！黃子詩嚟這邊當場，喂，撒下來。係連血咧，帶來一有錢。嚟彈緊啦。開店啊，都已經啊，宋朝啊，左右啊。用來呀，一番言啊！哎呦，厲害厲害！哦，點睇過？一禮拜忘過誒102條。對啊。你總共有100多少條？110條吧。那可以應付到後面呢。有10條都走嘅啦，係啊。 10條喇叭啦，差唔多高嘅，差唔多嘅，聽到嘅，聽到。係啦，我做乜創船夫歌啲呢？係啊，這個精兵政策。哦，精兵政策。大半人都衝一條國文對解當有影響啦。對。哎呦，人類也必須有計劃性嘅咧。國文唔是好多啊，重質不重量啦，對嘛？對嘛？佢講佢三太跳哦，佢較無辦法駕馭啦。小跳嘅歌佢較厲害，拿手。佢講一擺喺歌館嘅話，佢下一擺叫做唱落山歌。落山歌有點去了空了。要下把衝下嚟啦，衝下嚟，因為嗓音冇適合唱山歌啦。其實他很了解他自己耶，其實佢了解是咁嘅。伊第一次甲上線是他創嘛個歌，伊講伊上台跳落山歌，還係山歌自評版，伊冇按拿手，他就是不去碰那一個，他先以過關為主。你對有印象？哇，小調王子，小調老王子，老王子，資深。佢講也佢開始練嗰個流行歌曲嘅。我真主哦。我講從流行組大概從110條歌吧。佢林正英先生嘅歌有冇唱埋嘅歌？嘅歌按多。係啊。其實按客家嘅講真咧，當重要嘅嘅產量啊。我應該喺客家嘅詞曲創作最多嘅一位哈。應該挺多嘅。而且創嘅兩機嘅冇。過去嘅雄風來去咧。過去嘅雄風來去咧。過去嘅雄風來去咧。
人工留在江山在，翻身又是一条龙，英雄泪不可流，英雄泪不可流哦。很厉害，你看他自己的那个 vibration，抖音啊，自己的。哦，冲入去，叫幾馬樣嘅。緊張啊，緊張啊！哦，冇緊張就唔愛你啊。那你繼續緊張好了。哦，迄假是今片歌的話吼，唔就就來編一下落山歌啦。下禮拜就準備哦。迄假是今片無歌的話，吼，下禮拜來編一下流行歌曲做。高天然那個來。哦，看下到節目很彩無？一年來一拜啊！來聽一下先生的講評咧。好，你念泰國叫俾帶來哎呀客家嘅小調，你有錢，你鐵機張嘢嗱嘅zan字，你音就冇唱出來，所以嘅音準就冇啦。張嘢嗱。還有檢、留鹽也要閉口音，留線冇重要，所以人嘅多一檢，字冇唱出來，多一檢啊檢就變啦，變一檢兩檢的檢，唔係檢嚇。留下嘅亞攀鹽也要閉口音，自己一定要注意。當然啦，喺有講在業嘅話，在有業比賽嘅話，嗬，自己。要咬字部分就要注意到，還有音準一定要注意啊！哈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謝謝，謝謝，好，來可以啊。那是哥哥冇，哥哥係真攞成果嘅哦。嚟，你唔叫你咧分數。好。好，謝謝。在以前我自家阿哥咧就大概2年咧嚟發掘咧，客家文化嗬傳承來了就好了。他每次都保持這種好成績，88分。他沒有退步，沒有啊，他保持好88分，一直發，一路發，請委發，哦，恭喜啦，謝謝，謝謝，好，謝謝，好嚟沙來，王明珍帶來3個字，來彈㗎啦。米珍姐你好啊！經過1禮拜冇看到哈，身體有好嘛？啊，對，較強對，來。有啦。有啊。你還沒跟我哋做志工嗎？對，我帶了180場。我給新竹市肢體障礙協會、自強協會，我參加8年，第3年。
就他那个县来做理事，在理事之间产出了，就在变常务理事。我在3月9号，我去某一周嘞。结果批大去人报名大家有先啊，有出道就好，大家讲唔可以不用做啦。对呀，暗号嘛，你要不用做，对不对？当然好做该帮助呢，按年时轮演。该做该帮助，所以讲。反正人活着就要动嘛，就继续做，继续做，身体没我好啊，讲真的，有啦，有现在有走出来，两条歌全部养好诶。当你去草皮上学呀，都袂创诶。因为头摆就袂创啊，中风后吼就无啦。系啊，那位先生来讲评来。陈毅老师。来，首先呢，来对了美珍节个，对了客家文化也是共同的事物，按你的心吼来是最高的敬意，哈。人生呢，能得就像俩下身体虽然讲有得的无舒服，有中风过后，能得有一样的精神来踏出来，去到了舞台上呢，将也高尚来带动本所有的你的全国的所有的乡亲，实在讲真难得哈。虽然讲也个身体上的问题，所以今日呢都起上来，你就多少俩呢问题一定要讲出来。所以因为中风的关系过后身体的差别，所以唱歌的家戏不足，不足落去，歌嘅唱落就唱人哋切菜形样嘅，我要我要弹弦嘅嗰種嘅唱腔，一怪唔得講，我要用唱腔，因為身體嘅關係咪哈。但是今日就講，能得種用帶通本大家吼，我哋就尊敬在此呢，我要代表所有嘅鄉親呢來向致最高嘅敬意，慢慢嚟加油哈，謝謝。好，謝謝。好，來看一下那個粉絲。挑戰成功了啦，都開心啦。对，这个要讓他講出來，哈，這個要讓他講出來。對，這個分數也要打出來。要。來看，王明真的分數。愛你了。那邊比賽落去我聽了冇？按舊油啦，以前冇叫上班啦，那退休咧吼，佢閒都不卡，無聊啊，硬是帶佢出來，佢喊咪喺嗌個對唱唔好潛，劈曬嚟潛嗌，嗌講但是嗌唔係講唔係頭都。王明真的分數。要分數沒關係，我挑戰成功，至少你已經很棒了，願意站在舞台上了，謝謝，謝謝大家，謝謝你，謝謝你，謝謝。那強下來介紹下一位，一位咩？他哋人家就尊敬的一位，參賽欽佩的一位，真的，一位很多哈。傅鳳儀帶來落山歌，來讀個啦。自神流，父母心难，呀永留，恩情啊，海永沉难。温顺言语，行好顺啊，子孙留，相传啊。
歹勢哦，哎呀，今日要破費啊，哎呀，係咪？哎呦，哦，暗今邊火誒，貴上嘅呢，唔係兩粒呢，唔係兩粒添呢，嗬。貴上嘅貴包喺度呢。今邊係30粒呢，係咪？雙父有講過係啊。唔知個高嘅種嘅啊？這個包嘅。這個包嘅錯。哎呦，個種嘅好食，我批到，批到。我冇食啦，米蟲佢唔好啦，米蟲我糯米嘛，我哋叫是糯米，絲冇變嘅喎。你日食落去個蟲米我都唔。係咪揾吹爆嘛？吹爆啊！吹爆咪用糯米做嘅嘛？唔係啦，日吹爆嘅，用吹爆嘛做嘅啊？吹爆係乜嘅？用錢做嘅。用糯米啊，對啊。做嘅吹爆咁樣食唔得啦你。而家種嘅真係又大粒又好食咧。又香。又香，當要客家米。又唔會膩嘴。真的哇！對對。客家人就包客家種咩？對呀，好食，厲害。哎呀，好，有人唱陳高中嘅公平啊嚟嚇。蒲先生吼，沙場路將大家談到客家一個節目，20歲。比俺年紀較長，人家顯擺。今日創業嘅老山歌吼，基本上來講，你本來創老山歌就創了以後，但係今日有一個青苔客店哦，你讓我請到個吃飯金嗰笪金，用創個店。佢條啊吞口水吞。中文是叫麼？一天是個真飽中的這個真食，吃了哦，給過誒。你也好，你也係唔係要注意哦？係，也係睇咧有唔好嘅所在，其他好嘅就唔是講嘅啦嚇。啊，第二個乜嘅咧？溫順年兒啊，嗰陣年是冇創好啊嚇，嗬，你唔相信？彈開啦嚇，年兒啊，創到係啦，年兒啊，係。溫順年兒。個也創也條歌有生意哦，佢雖然天氣唔充足，也用恩情海洋沉，不過喺這話呢做唔得人哋唱，我唱海洋淺，唱海風，因為個淺淺鹹，按照會要壓到遠，喺沉唔充足咧，但是冇壓到遠。咪有人嚇咁講啦，啱講啊，師都講啊，你唱山歌。迄咩講全部裝試驗，因為講今日唱條歌嘅，該濕度都好擺到該吼，所以一定要唱。歌不一樣，唔係唱淺。我是試到講唱淺嘅是即係無對尾啦，調機到天機都無對尾。一到問題先生，知道動接度多一個問題，就有講到一個事哦。是特別有體香哦，還買一個牙，我加油呀。好，師門教長。好，來，快看一個分數來。傅鳳第一分數。一個分數，應該目前保定嘅嚇，冇問題。跳低。哎呀，好，恭喜過關啦，過關，謝謝。過關我同阿叔，謝謝你。你冇過關唔可以參與。如果冇過一天啦，來到這打個招呼，係謝謝。好嚟，殺好啦。唐祖總帶來評判。好嚟，唐噶啦。
啊，也退休的啦，退休啊，退休了，心情都快乐，是好好的。他跟我们郑校长的那种感觉好像。哦，真哦。唱山歌，到社大去当志工，然后再自己学习。自己在家学习。不是，也有跟老师学。写山歌，好唱山歌。对，客家歌谣赏析嘛，对啊，欣赏跟分析。因为以前的工作给他压力太大了，而且他负责掌管整个公司，做厂长的嘛。对啊，大概那个滑雪装的，滑雪装，那很不容易。对啊，而且滑雪装是属于高价品。高价品。对，因为那个淘汰率很高。淘汰率很高。嘿，安尼台湾的公司啊，呀。公司总公司在美国，在美国，它是我们华裔的那个美商。美商，对，在大陆设厂。有在大陆设厂，还有人又被拍对，拍戏好久的哦。这个13年在大陆。来，唱对来，唐先生讲别啦。就唐先生。安尼呢，旁从众，可能有的斯文。你个形象非常好，你就会因为按斯文要江山，所以你唔要多少站满哦，站满紧张哦呀。还有徛麦克风的时节，问只建议啦，唔按徛，按用徛喺上楼，按用徛喺上，冇强浪啊，按徛喺上就係强松。你按喺上，强浪发散，唔过跟麦克风嘅树荫喺材料位，所以你按窗係咩？太上。有强浪嘛？强浪按发送哦，唔过跟啲拖都冇强浪，所以徛麦克风非常强浪。从就咪当人徛到像企撳炸强浪，要注意哈，徛麦克风。还有记者室，咁有记者室，因为你可能会紧张，所以你咬舌方面要注意。你看，人生了才乃是啊。是来了游呐，你出来游，你变个游嚟咧，读春秋的时节，他转运可能都是有勉强啊，中考冇关系啊，四季八节要注意43吼，我欣赏。盛水同先生老师写的歌词非常好，但是要忙去运用。你走运啦，要注意啦哦。还有福禄富贵，你只有多少表现咩？呢啲脱脱嚟啦，所以系莫强求，咩求嘅，莫强求，你转咗咩冇讲，撞到当孙。所以你啊，记者师嘅係，人哋個轉學費，做人講啊，歌詞就成嚴肅嚟，我話到嚴會爭嚟，讓嚟走運。做起来就比较比较好的哈。还有唱歌的时候，我希望你用强松，唔好按嘅跳下按强松，唔好唱嘅副防伊咪跳下，伊只个一好表情是按，你做竖唱嘅徛木山样，徛关的按嘅哈。注意你要唱歌多少一只表情。按强松唱歌，按唱强松哦，伊平常时咯，你歌词用脚就会好听。加油！好，安子姐，好，欢迎下个分数哈。唐楚勇的分数。哇，88分啊，分数没有。加油！加油！有87嘞，比他大。慢慢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分用完，来，安子姐，好了，杀来。终于间带来六三个。来，等个啦。山歌唱，
年纪哈，帅哥美女，哇，这嗓音音质暗火啊，你声音天生怎么好成这样子啊？谢谢谢谢。暗火的啊！你又上来等一下。哎啊！谢谢。因为伊参接最参加比赛吼。哈拜啦。哈拜吼，人个看那个经验啊，东风富用的。练胆，我都练胆。练胆。冲山狗他冲了1句话哦。哎，冲的乒乓球断断续续啦。嘿，乒乓球的山歌个流行歌了19年啦。哦，19年哦。啊，老公都支持啦吼。老公亲支持。亲支持哦。那边比赛老公会听人无？按球球啦，以前无叫上班啦，退休咧吼，去行豆腐卡，无聊啊，硬是带佢出来。行啊咧，对啊。弹球的有兴趣无？有啊，今日又去加减去学啊。我报名吼，我就报名。还忙的事啦，佢还冇喺外讲对唱唔好唱，拍啥来唱啊？外讲但是外，唔系讲人个头多，还忙好多。你之前对唱时有唱到配音系咪？以前有啊，个对唱啊，老公自己还蛮好多啊。个对唱迄个分数无几多在内啦。哦，所以他怕云娟姐怕受影响，迄假如讲到讲冲到唔好就冲动的。我样样都给冲过的心情。对，喊白点嘅好会。他熟练的是对，样来。系啊，你讲高管样高管。哦，来那位先生来讲评啦。请佢嘅先生。谢谢。好来，安尼圆圆太子哈，今日带来一个乐山歌。其实在嘉义创的时间。他也个音色相当好，因本身的音质也好，声也好，有人也做亲强。不过呢，也有可能建议我同讲一下，因为哦，没咬舌问题，也系我哋嘛贴丝，也个起丝音、细字音，比如讲，也个太硬了，写字啊，冇写字呀。后面加牙字就唔好，因为字老牙系咪变咧两字而已啊？所以也冇讲牙，也到位就按照也个美式的起始音，写字啊就好咧，冇写字牙，牙落去也听到系牙而已啊，也系一个问题哈。还有第一，也个填复数也得复数，特别高中有讲过，也复数就按照入声音。所以在咬字的时间也要注意，填复数啦，也到一定要注意。所以也个复数就专无亲家，也系因为伊咬字，为了咬章咧，我来做也用就做了无亲家，也一定要注意哈。填复数啦。刚刚也有谈一开始演唱，三个爱唱，也给他爱是当唱要拖到死咧，迄咩乜个音当到，迄后来水通到也蛮爱无弹吼。但是当然不爽太硬，但是来讲弹到有一些咧，注意咧瑕疵样诶，也还拜一个我唱过以前音上我请好些了，吼，哎样个发就我归属就我进顺，吼，再加油哈，加油！谢谢。李老师，菜了头下讲的填复数嘅吼，实在唔咩但像唔怎会按用，千度嘅学生嘅咧对话吼，参加下做会按用嘅缺点，吓填复，好，那就填复，然后填复数，复，迄第四1、2入上啊，第四上，复，哈，所以了咧吼，都要嚟注意了对话。你要专业的地方也可以讲学个按多年哈，先顺的所以今日也分数也一高啦。但是你要注意，到你下开始落去做唔到，乜个精力大了，跟住到到太憋，跟住咧强弱嘅病嘅，所以你要当注意了。我哋都谈了咧。啲那邊打分數㗎，因為一隻音都會讓人當注意它。希望係咪話注意到嘅？好，謝謝。好，來看一下兩個分數來。總運給的分數。謝謝老師。哇，分數啊！
对啊，跟老师的部分哦，阮脚啊做啊讲的话，行啊过分啊。谢谢。抽到该去最美杂，吼，啊又最哈哈紧张，细胞唔是四级多。你想我喵好嘛？你做没？你做嘛？好啦，恭喜恭喜！好啦，谢谢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好，假是好唱歌的朋友啊，积极来报名啊哈！报名专线0966676676，还有纯正天花0222777823。好，等一下大家来报名哈！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因为呢，今日多谢辛苦的品质先生，什么先生？什么长先生？什么小？谢谢老师们，谢谢辛苦了。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，大家也非常的辛苦，辛苦大家。好，希望下礼拜冇唔記得啦，一天都準時出發呢。老爺大擂台，老爺中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